好，你袂想着讲你即摆拍人啊？我激啊，我气啊，我掠讲啊，我100分火无地透，所以我生生爱拍人出气啊。你会拍人，会拍人，你拍查甫，去拍人一无熟悉的查某囡仔，安尼算敢是查甫囝哟？我无见，我较拍查甫的，我拍查甫的人会甲伊兴手呢，所以我拢嘛找阿婆，无倒去找囡仔，还是做人。你敢要点点？哇，你激，你100分火无地透，你讲是恁爸无互你食，无互你穿，无当互你开。好啦，要解说我慢慢仔解说，我先香炒好，因为坐伫这红家桌顶的拢比你较大，你算第4代呢。大家坐落来讲。这就来惊你啊！就问下爸，这代志若要怪罪魁祸首，就是你。是安怎讲我是罪魁祸首？你讲。好，阿妹啊，你甲阿爸报告，我得要几岁啊？40岁啊。啊，你家己咧？得要30岁啊。哦，讲会遐济啊？爸，阮两兄妹啊加起来得要70后，若要照年岁讲起来，听我做你的老爸啊！到今仔日伊还袂嫁，我还袂娶，原因就是因为我出到这龙华老爸。所以一个人怨同宗，同宗怨你一个，所以致使甲阮两个红红幼幼的兄妹啊，拢袂当嫁，袂当娶。这罪魁祸首，毋是你，无啥物人哈？爸，也阁有咧，你想看卖咧？你查某囝算起来真歹命咧，我所有20-30年的青春拢浪费伫这间厝呢。到时阵我若变做老姑婆，嫁袂出去，你要负责啦。好啦，你嫁袂出来，你袂当娶我，迄是恁的代志啊，免怪我啦。对啦，当然是免个怪你啦，这怪应该是要怪阮家己啦。啊，而且吼，我再怪我一个老爸啦，去连人外人讲要来拍因这红红幼幼的囝儿啦，对毋对？这要怪啥？怪阮家己歹命嘛，对无？你免话甲要讲我呢？我哪知影讲你无代无一工拍迄个人，迄个人呢反倒转要请我，到这来我嘛毋知要安处理啊。爸，我看这样代志你都莫插吧啦，为伫我想伊若袂对咱安怎？哇，你就唔知，爸已经先共摕2万块真车弟的面啊！什么啊？什么？你为着出卖你囝这个红红幼幼的肉体，共收定金2万块，你这个代志你做会出来？但是俗语一句话，伫咧讲忠孝不能两全。可为着要互你对社会有一个交代，规矩你的后生来牺牲伊的肉体，我来送马饲好，我来去送马饲好，我嘛不是骗你，我一定要来去送马饲好，我来去啊！莫再用这步啦，这步用20-30年啦。好诶，好。你免烦恼啦，爸袂讲就是心肝遐尔残忍，讲放你去互拍啦。迄定金我摕来还，一切代志恁爸负责。好，阿妹啊，1、2、3，唱。爸爸爸爸，伟大的爸爸，你是大家庭的导师。哈！大小姐，这是排骨大的退下的奖金2万块，请你收起。什么啊？伊讲摕就摕哦，安尼我算啥？报告大小姐，下官这根据我调查的结果，拍你迄个人是排骨的后生，所以无可能排骨就摕你2万块去拍伊的囝。阿勇啊，伊当初会收你2万块，是毋知影讲你要请伊去拍的人是因后生，哪有人老爸咧拍家己的囝啦？啊，毋是啥物大代志啊！我看吼，煞去啦。妈咪啊，迄我唔肯啦。张总，下官在。你有一点地道啊，我要甲伊谈判，伊一定要互我一个交代。啊是。好，遐尔拄好诶。免遐急啦，免遐急啦，有啥代志恁爸处理就好啦。各位亲来父老兄弟姊妹吼，看这个世面，恁敢若要大车平款哈，若要车平车出去5口，咱这毋食点啊吼，无啥本钱嘛你。太客，你当作恁这地讲那是偌简单呢？但不去讲，甲你弄破赔你嘛。啊，这倒位啊！你哪无安尼遐大声啦，对无？啊，我家己嘛对你袂歹啊，啊你有困难哦，你危险的时阵哦，你要避对无？阮这地管嘛是互你避啊，啊你哪会对阮遮讲话啊？你讲我遮歹遮大声呢，对安尼敢对？阿爸，你甲看啦，叫伊莫找即款人，你就袂哦家暴，你看即摆就有。你干嘛？救命啊！哼声嘞哼，唔莫哼过哦。
你安那？来边啊，咱青金小姐、好野人小姐，啊，今仔叫你来吼，我想讲这代志咱安尼好好来解决啦，吼。啊，若要解决真简单嘛，啊，等你定金都已经送去啊吼，啊，无安尼啦，叫恁囝跪踮我的面头前，甲下唔对，安尼就无代志啊。你讲啥？叫阮囝跪踮你面头前？爸，你有甲我教过？咱查甫囝两个脚头有，都是咧跪天跪地。跪老母、跪老爸，绝对袂用个跪即落拗叉白。是啊，你讲我差白？对，恁爸听你这句话。你搁讲一摆，阮囝就是爱甲你跪。一定爱跪。你搁讲一摆。讲我听。一定爱跪。啊！你真正你别生气。